呀呀，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在對來邊呢好見你節目，這禮拜呢我只特別，這禮拜講無半人，有啦，一人，沉默兩人。我特別嘅邊呢？這禮拜是後頂啊，攏歡迎。特別有個你唔知人兩人呢？呀，買後背嘅。有那早咧來8節就特登。8節所以但8節唔離開過嗎？我講聽啊，哇，個古無呢，點寫錄音啊，佢冇咩關係呢？你手嘅冇睇過。哇，改變我私人款。哎呦，死我到啦，第日講落有。少少都話超冇聽過嚟看一見啊！ Why？ 我講聽啦，我老潮啊嚇，哇！佢只隻人嘅單身就係，哇！做 man 嘛，是唔是？佢只，我平常少我直講乜接落嚟嚇，我唔係成日能夠講得就係 cute 啊，就係 friendly 上面，特別就少個人講sexy 嘅上面嚇，我唔係聽人講。macho 是邊 macho 啦？我呢就冇興，特別。你唔是學啦嘛？即係時候你是學啦嘛做咯，學啦嘛 John 啊，你係學啦嘛做，แล้ว特別係學超咧是學嘅隻 attention 嘅咯。當然就事件啊嘛，但嗰個特別有特別細度本。哎呀，猜大家嚟試。當然有事件啊，但係有特別細度較好看。哎呦 shit！ 哎呦曬！你真係是4月節啦就。7月節。你好照顧，I be NO 好都知啊。姐。咩嚟？你是話 iPhone 啊？哦，安尼快，你俾 iPhone S 啊？哎呦，你咁好驚嘅。我離開了，我離開了。哎呀，有啦，這個很屌，聽講哦。冇啦，這邊冇上啦，這邊冇上啊！我馬來西亞嚟，我同馬來西亞度我都冇睇買咯。未咯，馬來西亞真係特別冇，有時講兩對嚟馬來西亞話咧，馬來西亞是第2嘅。哦是啊 ，after convert 對方比較對。但係啦，但馬來西亞是第2嘅咯。然後我這裡很屌條講歡迎。有咩住嚟？我8嘢啊。唔知我唔知裝。嗱，是咯，很屌條講咧，嗱是講嚟教人 comment 嚟講係 Q&A 下邊你使去吐咧每問問題。OK，這個禮拜做咩事？我跟他請一個人起來，你攏別人上亂嘅事。對，我講話講未吃，講未吃。我等陣我俾卡正啫，對唔對？等陣你卡正就先。來接我。你聽到啊 ？OK，冇咧。嚇，嘟多。什麼嘟到你8嘛聲？魯洛啊，要魯洛。要魯洛啊。要領啊，拜拜。OK，咧，這個禮拜做咩事？我俾請後調起來甲我一人講話呢，就是因為我才這個月節了咋，這個月節你介紹我用這 software 嚟 input method 了，就估下差唔多1年喎，你搞。1年，我真久無 update，喺度真久啊。真久無 update 是真久 update， 真久無 update。哦，你過來啊，特別你無 update 呢？你少少我冇 update 啦，你少少特別我是教你先你目鏡咯。Thank you，斜食嘅嘛。是唔是到啲 out 去做？Exactly，暗講椒，暗講椒俾你。嗰12 18塊呢？尋 lens 㗎啦。要。我咪是 out 這粒咪是 out。嗰時候我諗興上，你傾都冇上，成日暗講椒hein。暗講椒個超。嗰時就俾啲嚟食垃圾。係咪食垃圾？葡萄對啲嚟啦。又見咱老人你看一堆那打敗的啊嘛，咩射吧？OK，咱老人較贏啦嚇，打敗對嚟，所以打來對嚟葡萄。OK，我不講你個差唔多1年前你介紹我用之類，咪叫我俾介紹人。就是講我攏有最近有發現到我拍字時候，不是你節目做時我頂到是梅阿龍誒，我袂曉講，哎呦，安怎放曬安怎寫，所以我特別WhatsApp 伊梅阿龍放曬安怎寫，叫我咁樣，แล้ว
伊有一隻時度介紹我用一個，你叫咩？即叫做咩物件？拍字嘅物件，到底 computer。冇用叫做，我用啲華語裏邊有時叫做輸入法啦，所以咱咪按照叫，輸入法。輸入法呀，咱輸入法。咱當你電腦嘅輸入法。對。誒，台灣是按叫嘅咯，台灣是按叫嘅啊。對，咱肯定都冇人講，按照講過嘛，就咱咪是直頭用嘅話講。對咯，成個人講即係呢，咱係bằng一個邊尺。bằng一個邊尺嘛，係咯，就是叫做咩 input method 嘛，就是拍字法咯，咱咪講數字嘅嘛，咱拍字辦法。拍字法呢？拍字法，咱用福建話福建話嘅拍字法，所以安怎用拍字，安怎來拍字法咧？就是講咱用咱嘅按摩嘅 ABCD 嘅keyboard 嚇，你會使拍字之其實你用迄按摩嘅拼音啊，拼音。對，伊個是準嘅 standard 嚟嚇。standard 拼音叫咩？是亂來嘅對。伊是用按摩嘅咧 ABCD 來拍就對啦。成個講咱講去漢語拼音咯，漢語拼音嘛是咁。對，成個漢語拼音啊，特別伊嘅即個system，你講下 system 咩湯？系統嚇皮湯啊？系統，系湯 ，OK 系統，系湯冇咩想。伊系統無咩想，所以你別使對拼音啦，特別伊辦法是上 idea 啦。所以我其實就學呢，我頭本未曉誒，我就是每日弄。然後後尾時我講哇，我叫伊教我用安怎即個拍字嘅時，我係使做咩事我俾叫阿龍起來甲路人講，即個呢就是，但是講我會拍嚟講，路人甲咱人會拍，因為我未曉即隻啦，你福建嘅字我未曉那字，特別我會曉講嘛，所以我會曉講，那 means 我會曉，那是講我會學起來伊個系統。對咯，對到你寫咯，對到你寫咯，成個行坤是 K， 假一人講 K 嘛，對唔對？其實應該是 K 咯，應該是 KHUN 啊，所以你特別學起來啦，because 咱關係講，咱領導時無講正一個正式誒 standardize 誒系統嘛。actually 其實是有嘅，出來是有嘅，就是。本來人寫誒，無咱是清楚拍嘛。你咱當然，伊個即個辦法咧，我是感覺真好用嘅。我再拍入去呢，吼，伊個當然字特別，你特別會曉當然字本我感覺到，但是你未曉當然字，你拍出來你未盡講是到一個字啦。特別你看古嘅字本，你可能正經無字咯。你就講，譬如講，假設人唔知一個書寫咧，就是，但是你用華語嚟做嘅話啦，你華語嘅話啦，你上一個字咧，上一個 vocab 啦，上音無上字無上意思嘅情形咧，真正濟，真濟。特別福建話咧是真少嘅。你講你拍家己，KAK，你拍嘅話咧，嗬，你看到嘅就是你家己啊，冇拍下物嘢咧。所以我會講唔知呢一個節目做了啦，但是講做不了，咱把自己講，我是會講頭一項咧，就是除了伊個咧拍字嘅辦法咧，你拍字法，咱個會學頭一條特別先學伊個系統性。冇，喺我覺得裏面講緊係麻煩字嘅，但係台灣不是叫做羅馬字，羅馬就是羅馬字嚇，對羅馬字。對啦，羅馬字你特別成 O 嘅羅馬字先。對羅馬字，但係是用嗰個伊個按摩嚟得嚟拍出來先啦。所以那時你曉學了嗰個咧，你對用嗰個拍字嘅法，係即其實伊對出來等人字啊。對唔對？你特別成曉 spell 先。羅馬字，yeah。羅馬字啊，羅馬字。所以咱教我羅馬字，你阿陪講話了，我用我迄個成個無咪 professional 誒，安怎我聽到 echo 啊？echo，我聽到 echo，唔是我聽到我家己聲，唔是聽到鬼聲。了我背安怎羅馬字，安怎你背講幾耐你介紹我安怎 OK？等before 你講嘅前面是，我當今曉，我感覺到我嘅羅馬字會曉，特別我未曉寫伊嘅音，
哈，係你家講講，係你正講嘅。係你，我特別我吹到另外一辦法，我不到確定嘅梅到你那是學嚟講係你學會曉你買字搞搞啊，曉你把只用隻 software 曉，到啲你 computer 嘅，你就係 start 看下，OK， 這是第三音嚟講，第三音嘅意思係字學你是會第個出伊拍伊嘅羅馬字參伊嘅咧，呢啲叫咩啊？一調。一調對，一調，所以一調對，你會使去嗰邊看了慢慢學啦。對，我好似我唔是做一張咧1 2 3 4 5 6藍色嘅點做啊嘛，迄個會使幫學邊啲學見人去見到攞嘅嘛。OK，你使你教我過啊會啊，點到？我教你，但係我不斷地 update 掉。你教我第先嚟了，我幫學人 download 咯 ，PDF 係。幫學得啦。PDF 嚟幫學人下載，冇想講 BA 派寫，我爸說咧。了 OK， 了你so 嚟教我人安怎 basic 會學第基本，第簡單咧，我講第簡單，基本嘅，對 OK。其實咧，學成講就冇歷史性 ，OK？ 即係羅馬字咧，學呢件年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咧，有超過100年嘅。特別華語嘅漢語拼音咧，學是50幾年嘅歷史呢。所以網上講華語嘅漢語拼音是寫訂單字裏邊應該用也是第傳統第古早嘅寫法，唔是嘅，因為呢50幾歲呢。特別福建話咧是有100幾歲咧。咁咩數寫到羅馬字咧？阿摩字，阿摩嘅是得。其實安尼較簡單嘅，因為有只隻意大利啊、外國咧、Europe 過來嘅傳教士，你對傳教士係咩啊？你叫咩啊？做 missionary 嘅，因這邊傳教士啊，因這邊傳教士講，誒教西用正人古比較看聖經咯，所以你哋你哋 spell 聖經係樣咯，你哋試一解USAI 係咩咧 ？KAUSAI。you 係咩嚟講？我教晒，講伊別講教晒是，係咯，用聖經是，嗰啲是阿摩嘛，對唔對？所以伊特別想辦法講聖經特別好寫學嘅外班，啊，每期講學嘅你是，冇一直祈求咧，就伊拍未來嘛，所以咪叫人翻譯咯，伊翻譯講耶穌是安怎，係咯，主是安怎，係咯，伊個別人係咯，邊人估500字喎，我衰唔衰估500字喎，用500段人字啊，所以講第一就是講，個別好誇張人。佢比較誇張字，係咯500字嘅啦，只嘛就講你唔到古仔。啦，故第二點就是佢講學嘅話就說麻煩咯，所以上就講誒，往是意大利過嚟嘛，應該是意大利嘅時候冇記錯喎，學嘅話應該是意大利嘅，呢度過嚟啦，呢度講 OK， 我就用 ABC， 我 spell 可能看，係啦，我教人安怎讀所以有真濟人咧，嗬，誒100幾年前嘅人咧，讀學嘅話咧是通過聖經嚟讀學嘅話。創世記，日頭出嚟，有啊，我有。你有聖經？哎喲，你買粒我係聖經啦，要我有等陣。阿仔，了，你有即係學見嘅聖經啊？你記？有啊，特別伊有當然台灣就係種嘅，有咧是開起來是定人字嘅咧，特別伊定人字是學見外定人字嘅。係啦，有另外一種咧是開起來是嗰啲是阿摩字嘅，就是 spell 出來嘅。羅馬字嘅，對，羅馬字嘅。我厝裏邊有羅馬字嘅本，我個有人，因為我個是傳教嘅嘛，所以特別需要就講，伊咪就講牧師咩耶穌教人講，係咩，伊特別就講唔中意學啊，係咯，我個冇咩讀人字嘅讀阿摩字嘅啫，所以看你聖經是阿摩字，伊對咗讀楊樹แล้วยาวสิว插整抄落呢條對咗，是你聖經裡面有抄落。聖經係邊度抄咯？呢條未使聽到，呢條未使聽到，我睇到真係OK， 了下 ，OK， 這是歷史。了，呢度開始呢度有人發展起來咯。但係咧，我本咧就是發展冇講有價值。如果你實講，啷愛發展隻物件，話政府特別支持嘛。政府冇支持嘅話，你特別做幫了。對。呢度幫了咩？係咪政府？用國家台灣嘅政府咯。你講政府冇嘅發展嘅，你教俾學嘅話本唔是國家語言嘛？學嘅話是話而唔是講北京話變咗國語嘅嘛，變咗 national language。咯，伊名都排名淡薄咯。當今期1997年過後咧，就 start 有人慢慢佢再夾出嚟用啦。所以往當用嘅咧，是個台灣嘅上嘅。所以你有可能問我講，按照咱用台灣，咱咪用家己嘅。問題就是，咱嚟用家己嘅話咧，嗬，有人去殺無人去殺嘅話咧，咱特別用一個較
popular 嘅物件，較 popular 嘅物件啦，人寫物件大人比較看嘛，所以咱發展嘅比較大嘛。你是講人家己意思是講人家己生一個先嘅出來。哦，特別你家己生，你是 not necessarily 是 linguist 生。對，唔知有可能一生出來物件，台灣就無成啦，有走咗咧。所以接落嚟，等下咱講到有一項物件咧，你就係講安怎以台灣寫法，甲人馬來西亞寫法是無相嘅。有一兩項物件咧，等下咱對講改變啊。所以當然第二件就是，咱人嘅聽眾就是講會曉講雲南話嘅啫。對，標就是咯，咁樣講唔理啊。誒，佢你曉bahasa沙巴古嘅話咧，嗬，你係 pick up 就真係快，真係硬咧。所以你阿近來再開項物件嚟。BA 吧，你下來。你愛再開項物件咧，我就就是我個 consonant 嘅話咧，咱 consonant 有真濟。consonant 其實咧，福建話咧，台灣嘅 consonant 咧是有18類，就是 B 啦、G 啦、H 啦、J 啦、K 啦，台灣嗰度18類嘅。特別人咧，嗬，咱個計過嚟咧，出嚟，誒，馬來西亞有隻字啊，嗬，你冇綁住佢啊，參混啦，咱參就混啦，你冇綁住佢啊，真奇怪咗。所以我諗平常講話講，誒，你 on the spot 就話 on the spot，係照顧話啦，用福建話，邊樣嘅福建話嚟講，應該得講。你 on the spot 啊，現時on the spot，唔止現時個古嚟，我自己個翻下字嚟嘅。巴魯。唔是，唔是馬丹啊，對是唔是？我丹嘅都霸啦。即係物件都冇話咗，因為咱邊個叫話發展個當機啦，600幾年，即係物件掉咗咧，未走咧嘛，所以你特別接嘅 system，你冇接嘅 system，我能講，咦，就冇是邊個物件咧？所以我有一個 D，特別台灣是冇嘅。OK，係啦，我再嗰隻，你見哪群是都嘟嘟。乜啲嚟？嘟嘟，我就知你字，嘟嘟又唔真。嘟嘟，但係你成日講你破仔嘢呢，嘟嘟啦。我是梳得大嘅咯。我是梳嘟嘟哇，我是叫，就是我講嘟嘟，但係你破仔嘢，你呢拍一碼啊。我叫大一架子啊，大一盤。你嘟嘟嘢咯，係咯，嘟嘟嘅。唔知個古隻物件就我見呢邊咧都真出名一碗嘅物件叫做蒸堆。哦，所以 D 就係我見咯，所以咱係學嘅 system 裏面，特別有 D 嘅嚟啦。OK，台灣冇特別，台灣是冇嘅，對，所以台灣係18類咧，所以你看到佢哋表咧，嗱是講你看到我download佢哋 PDF 咧，你就係講按照講台灣嘅到度位，係啦，邊咧嘅到度位，咱計起來梗係做咱規劃完整嘅 complete 嘅 system。你有當然有一叫我看，我梗係對調看。我俾人都叫你同意。得啦，會叫。你叫係 email 我是 reply 但係 email。reply 你 reply 但係 email。我等就燒掉。你等就燒掉啦，冇錯啦。我對攤去俾正代啊。有個嘟咯，同埋講嘟都冇聽過嚇。嘟都冇聽過。嘟講咩啲嘅字啊？想下。特別 OK， 但係你講緊你就並逼啊，十八嚟 consonant 啊，十八嚟個 consonant 叫咩學嘅話？聲母，聲母 ，OK， 聲係母係老母啦，老母，聲母 ，OK。都會講啦，個幾個聲就你學嘅，邊樣學嘅外字出嚟啦，阿母話你。linguistic 嘅物件，你對 linguistic 會較好咯，較 pro 嘅物件啦。對啦，而唔是 daily 用嘅物件。sometimes 嗱，自己做一下，那是講冇 study 冇那古嘅歷史，你讀嘢咧一項 language 啊，你有可能冇 capture 到，啲 system 被 capture 到 certain 聲啊，什麼對，冇錯。誒，咱人個冇上所在發展嘅話，所以 OK， 所以我諗下電腦啊。裝下電腦咯。攞你聽講啊，現條聽講就是講咱被每往本地嚟講，咱使去 Twitter 會記好，人 Twitter 下 @John On， 了是 app 邊個game 會使咧，我走去看。也是啷到啲 YouTube 會啷被每本地嚟講，咱使去你 Q&A 會邊，冇 Q 啊？我未叫，咱冇 Q 嘅啫，咱冇 Q 嘅。你去咧？咱卡開啊嘛。冇我成日小玲嘅時候叫佢。一個只有叫佢啊！其實老實講啦，你講到羅馬字啦，阿莫話 spelling 本是一種嘅，你是講本是叫做我唔是叫做羅馬字咧，叫做 spelling 啊 ，spelling 嘅 romanization 是冇啥意思嘅。特別啦，今日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咱等佢係啥物件？阿莫字裏邊咧有真正物件本是假嘅，譬如講
C 啦 ，C 是加少家己嘅音叫做 C，A B C 嘅 C 啊。啊，C 伊讀出來音是甲 S 嘅音上嘅。S。嚇，伊愛都是 K 嘅是 S 嚟。嚇，所以伊無講家己嘅音嘅啫。自擺咧。怎麼你講你 Q 嘛？係你 Q 啊？就一定會 Q 咪是 K 聲。Q 本是 K 聲，所以伊就就是 redundant 嘅物件。係咯，即係你學嘅話系統咧是無嘅物件。對，好，估計冇夠用嘅。OK， 來，好啦，來講，你叫我好。我叫你了。其實我當然去載，安怎講啊？去 download 安怎講？下載。用大灣時安講啦。我 email 就落，背出來我 email。了，阿咪你吹咩？我冇吹邊嘢，我掛住電話單嘅嘛。所以我當數來了。你當數來係講嘅？誒，使習慣人啊，9點半我10點佢冇嘢。了下嚟講。我叫你咧，係咯 ，OK 就嚟啦。你會曉韓話，會曉Malay話，你學 IO 嗰度就真快咧。所以你主要咧是要知幾項物件嘅，就是你看到佢哋表嘅話啦，等你先開起來看先。我非到咱人家聽講講，聽啲你節目時，看到一條物件是唔是較好咧？對咯，你 maybe 那是你我嚟講，你會使去 download 先。download 啦，加嚟看，加嚟聽，加嚟聽這節目。然後你就真清楚了，因為我特別我係使咩啊？我係使開起來啊，到啲screen 放向看嚇，放向看等陣我鎖佢。你就冇 YouTube 就冇嘅。我是啊，但是不要緊啊，download 嚟看咯，download 嚟講，OK，嚟，等接落去講，但是講你會曉福建話，無你話講華南話嘅話，你學你會發現到華語漢語片呢學是無夠嚟寫邊啲福建話，你就這麼說。譬如講，當然就係人生，你講我無叫你去做這物件啦，你白白去日本啦，我無叫你做這物件，唔 sorry，我去日本，隔壁我白白去日本，係啦我報銷應，係啦我未去 invite 你無邀請你去咯，無招，平常對，所以無招咧嗬，即句話咧嗬是有問題嘅咋，我就講人講無招咧，伊嘅寫法是有問題，安怎講咧？譬如講啦，即係講。你係 B 啦 ，B 咱嘅音是，咱嘅嘴唇準嘅嘛，安尼音。華語裏邊是無安尼音嘅，華語是無安尼音。無嚇對。華語是破摸破的，一無這個音。變咗波招去。嚇，一變到波招去咗。一個波是破呢，一無波嘅。嚇，一是波呢，一無波嘅。嚇。所以你未低波啦，你低波。嚇。你未低步，你家就低步啦。那是你是用漢語拼音呢？讀法來讀嘅話，你用漢語拼音讀法來讀嘅話是唔對嘅。所以你係 B 咧，嗬，就會對到啲巴哈沙巴古咯，伊就是 B 音。and then 第二個問題咧，就是係個 J 無招啊，無招啊。對，伊用華語嚟寫變到 J 音嘛。但係你用巴哈沙巴古嚟寫嘅話咧，嗬，巴哈沙巴古嚟寫嘅話咧，係咩意思咧？無招咯，幫招咯，無幫招，無招。嚇，反正無招去。對啦，所以第好咧，嗬，就是按款嘅話咧，嗬，特別有一個 standard 嘅物件，係你 standard 咧，特別第好就對福建話家己本身嘅一個安怎講嚇？你特別就講福建話字甲字之間嘅分別咧，嗬，對調迄個分別 design 出來嘅 system 會較客用，但是你硬去嘅漢語片嚟用咧，冇講完全準。你硬用巴沙巴古嚟用咧，都冇講完全準嘅。因為特別攞嚟面就咁擺起來，你特別去吹咧。哎呀，我哋已經有咧，迄個系統來特別第瓦人家己嘅話系統嚟 start 做，是唔是？對，第瓦人嘅咧，其實就是台灣嘅羅馬字咯。第瓦人嘅啦，一個影啦，我感覺個影，你個because人特別人記博嘛。你有巴沙巴古就影下，對，你有巴沙巴古嘅基本上就係影咧。加這音嘛，嗬，是對到巴沙巴古呢，像 B 啦，就是波 ，G 啦，就是古，相字那對 H 啦，就是好，係咯，寫字嘅字咧，就是 J 咯，加全部都對到巴沙巴古嘅，嚇，接落嚟咧，都有三個字咧，嗬，是加四個嘅咧，嗬，是加奇怪淡，唔講奇怪，依家特別淡薄，就是講究竟係究竟係狗咧嗬？你講話點聲，你隨時冇佢哋音出嚟啊嘛。所以 K 咧就是究竟係狗。狗嚇。特別就是講你話我係
溝吧，就是溝吧是咩物件？是種食物件啦嘛，對，三層白嘅愛啊，三層白嘅梅菜啊。個溝吧嘅話咧，嗬，你嘅 K 咧是有音出來，有音出來，加一個 H 就搞掂啦。對。所以溝加一個 H 是溝，溝咧是開梅嘅開。開梅，所以是咪 KH 唔是 K？你 K 話是變咗貴嘛，貴到你貴。Very expensive door。對，啊無就是你是去交刷查某咧，後對嚟學你補係有貴含卡，發都貴含卡。你特別去交刷查某，你是交刷查某哦，溝查某對，你無相啊，對。交刷甲溝有冇相咧嚇？即交刷是無好嘅，交刷是人有紅有豆有嗰啲咧。去溝咧是性格冇嘅，性格對，本嚟有本啊嚇。你看，我未看到我鳥在這度，我夾隻，the parrot 呢？你鳥這啲你夾隻，哦，成個 parrot 咧。我同你講，隻鳥會聽話咯，你會隻較奇怪啦冇。Hello。隻鳥鳥會聽話。我哋話，看到，伊唔是這啲，是 P 啲。P 啲嘛。成個是你明顯咯。細人。OK， 了，OK，了講到對，但係你嗰邊看開到對質咯。我有誒，我 discrete 係有誒咩？我呢邊 screen 咪開下咯，特別別人會看咧。對，開咗聽眾朋友看嘛，是唔是？嚟，我開下人看了。你個，但係你個嚇，個係咩個咧？個有咧，第二個有 H 咧，就是大杯嘅杯加正胖嘅胖。係你 B 加 PH 嘅音 ，B 加 BH 嘅音，杯加所幫杯就是冇人講幫杯嘅啦，只杯嘅杯。你只想油嘅物件死，你放出來是黏黏成油呢？睇你叫做幫杯咯。但是咁你放出嚟 H 嘅話咧，就是幫配咯。嗱是講你只手這一個幫配是一背唔出來是就是黏黏出來啲背。特別我同你講前嘛，我同你講啦，變成學嘅話咧，嗬，有陣時人咧是，假一人是關係講錯嘅啦，所以有陣時會拄到 B 加 BH 啦，一參起來，一參嘢，你就係說，譬如講啊 ，friend 人就講朋友，對，有人講朋友嘛，但係有陣時人講朋友嚇，我冇聽過人講朋友。對，有陣時係啦，顧佢哋room 叫咩？房間。對，就人講旁經嘅。我講聽，我在你嗰度，我講嗰度到啦。特別你我拿來那感覺就係，我係福建話其實未歹嘅咋。你福建話真正好，我係I think 我係 basic 啊。所以我有啦，我成日哎呦死白學夾掉，我講唔掉，你估住落嚟嚇。特別隻啊，你講啲物件，我較日本你講準嘅 means 我係出來人講嘅福建話係是正準嘅，是本是鬼準嘅，正裝嘅，係啦，佢咧就是生蛋嘅蛋，啲咯，係咯，聽話嘅聽，攤類嘅攤，攤類嘅攤掉啦。蛋類咧就是你話問蛋啊，你答問蛋啊，類嚟蛋類甲碳類是無相物件咯。你有 T， 這裡是 TH 嚇。你無洛陽人就話問啲蛋類咯，你有洛陽人咩碳類咯嚇。死人都咁搞到。OK， 係咯，接落嚟有隻物件是相咧就譬如講 L 啦嚇。但係你 L 冇關係，係咪話本相嘅啦？你用華語又好啦，用巴沙巴古用 English 本啦 ，L 英文是相嘅 ，M 本是相嘅 ，N 本是相嘅。Then 我嘅話裏邊有一個是 NG start 嘅，講嘢嚇，有嘢古講嘢嘅做啦，講嘢嚇，對，我背我古我劍點我劍，我劍呢個邊。所以我字是 NG 咯嚇，係咯，接落嚟咧，我有一個特別啦。喵咧，喵就是 NG 咯嚇，喵是 NG。有人講喵係嘛？我同你講三種嘅，有人講喵，有人講喵，有人講喵本嘅 M 頭。哦，喵 ，OK。L red 或是喺講喵出。喵出，我講喵，定到我成日少講喵。喵出嘅喵啊，當然所以那是人會講學到這個是較準嘅，冇嘅，應該大家本身冇相所在，冇相用法嚇。會講，你硬嘅將其中一個嚟做 standard 啦。特別學嘅話冇嘅款嘅。你想其實對較濟人講嘅呢？對，有時講我自己
較濟人講嗰啲 cat 嘅話咧是喵喵喵。我嘛頭擺錯啦，唔是喵喵。啊，actually 其實到一種假是別人第事件啊，我家己唔知，特別咱聽人關係我是感覺到，我聽較老嘅人一輩人，較就是講喵。要 NG 咗。了較人我嘅年代，即係我嘅年代少年嘅較是講喵。因為咱受到華語嘅影響啦，影響我啦，所以人就講哦貓貓貓貓貓喵喵喵喵喵喵喵嚇喵喵。嗱喵咪咧就跟住啊，你別看到，了。係咯，交俾你可當佢愛講起嘅咧，就是我見話裏邊有一個音咧是較特別嘅，就是走路嘅走，即係走咧可，咱馬來西亞嘅人咧可，有就一人會關係講寫 spell 是 C。嚇，成個走咧。哦 CHA， 特別咧可會使對啦，但係問題是咧可台灣嘅系統咧可是對到 IPA 是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是 IPA 就是講伊是國際加 standard 加標準嘅物件嚟，所以有時用 TS 嚟做佢哋 C 嘅音 ，TS 咧就係日本人玩咯，就日本人就講多字，講多字啊，誒，係咩物件嚟？別字，講多字是咩物件嚟㗎？通格子，係，わかります。ね。夠啦，通格子是 TSU 咯。啊，所以 TS 咧可應該音咧就是滋嘅音嚟。我嘅話裏邊滋走來走啦，係了字拜嘅字啦，走咧。招本事，人招嘅，有時香港啲物件，人家應記嘛，或者係 ATS 上面人招下，你講。有人招嘅招，係咯，有陣時人會關係講，哎呀，可能話較應記，人招咪就 CIAU 呢咯，就應嘅嘛，對唔對？對啦，即係冇錯，即係對嘅。你講可能話我嘅介紹對冇錯本，特別人記得人會讀咧，我把你聲就俾用試啊喎。冇 ，actually 冇咯，actually 冇。咁即係我其實老實講咧，嗬，即係你嗬，馬來西亞就係咧用試咧，嗬是冇錯嘅啫。特別咧嗬，因為你要對到一個較好、較大、較濟人用嘅系統嘅話咧，人原來即係所在，即係細咧部分咧，嗬，一定會去 compromise 咯，一定會去妥協咯。對，OK。都絕對對咗大話，你少時 TS 咯 ，TS 走來走，自擺咧是 TSI 咯。對。係咯，加準啊，加準是 TSUM。得嚇，是有人即你有較特別，但冇有人成日講一樣講，有人有時候冇講準，有人講準啊，冇準啊。對啊，你就變做上到佢愛用 CH 咯，CH 咯。特別係這種嘅情形，係真招咯，其實真招嘅情形。就人講話個超齡帶嘛，係咯。超齡帶咪是超齡帶咪是 TS 咯。TSH。哦，抄掉，OK，嚇 ，OK，那搞列音咯，列音佢係另個字嚟咯。對，就是 TSHIU 超啊，超。我知道我你頭嘅時，我往時我係拍唔掉。啊，特別我特別笑，我冇關事。我本特別笑就我看係招念招，還是呀超，還是超咧，就是成個人 CH 嘅你可能話是吃。因為咱人受到華納話嘅影響，華納話 C， 華納話係 C 嗰陣是 Gina， 嗰陣是Jari 嗰陣是 C 嘅嘛。特別你學硬木話裏邊你學，你特別有 CH 有當時講，譬如講，你 Jack 學話啫 ，Jack 學話啫。特別硬木話裏邊 ，Can you please check for me？ 加 G 是冇聲音，所以有陣時咧會 confuse 咧，會唔沙沙 C 加 CH。分唔清楚，所以當佢邊話 TS กับ TSH 分唔清楚，冇可能分咯。到時一項呢，就是你若是講你用這個阿龍後調學你摘呢，你就使去看，你背記時啊，你背記時你使去看，關係用古都會記啊。就講你講啊，一寫笨笨啊，走嘛走 ，OK， 你讀哦走 ，OK， 走成係聲，走加走上聲，แล้วก็超加吵嚇，比超個吵咧，要佢哋實聲，所以你對慢慢學對聽到，你若是先冇咪 confuse，係講唔要緊，因為講頭先冇咪曉，了慢慢學對曉。對，所以就是講，你看到就隻落啦，對走啦，伊嘛就走落咯。所以就是特別你，但是講你看到，對，你看到好似聽咱聽眾啊，伊嘛對嚟走。
迄個冇，迄個就唔是啊，迄個就是臭落了。臭落。迄個是臭，冇，你看到 view 啊，話就是臭落咯，呢是 TSH 咯。Yes。對，呢是 TSH 咯。係咯，你看到會曉走嘅落咧，會曉走嘅 deer 啦，會曉走嘅迄咪叫做走落咯 ，TS 啊，走落甲臭落是無相嘅咯。嗰個走卡甲臭卡都無相。啊，走卡是無迄隻啦，臭卡是你卡隻臭嘅嚇。對啦，冇錯啦。然後接落來是你看到佢哋表裏邊咧，嗬，你會注意到啲物件啦。我design出來，你就講我兩層搞嘛，對唔對？對。所以你 design 出來物件，我有三個 size 咗。頭一個 size 咧是一格，後來顧另外一個 size 咧是1.5格，後來顧另外一個 size 咧是2格。你注意看。我看到。你感覺到啊？有一格1.5格加2格，加了一格咧，嗬，加台灣上嘅。哦哈。係啦，咁啦1.5格嘅話咧，嗬，就是受到功夫話加環境話影響嘅。哦，係你恢復，你諗嘅食嘅係做啊？係你真濟會聽到，真常常會聽到，特別是功夫話加環境話影響嘅。係咯，2格咧本事，特別2格咧用嘅所在會較少。所以你看我半個就清楚嘅，所以你就看到1格嘅物件，代表講伊是加中國加台灣上啦。哦，就是講中國人甲台灣人有一個字，有一個音嘅。所以若是講1.5格加2格咧嚇，係你是中國甲台灣人是無一個音，跟住變我咪看1.5格嘅得咯，1.5格嘅。地址座咯，地址座青色地址座咪是1.5格嘅咯。哦，你一啲係你成日係你cushion嘅係會是啥？係你是2格啊？2格，即1.5格嘅cushion是1.5格。哦，你2格得咯，我 Victoria 看2格，我看一下。2格，但我未 scroll 啊，等我 scroll 啊。冇藍色嘅地址座藍色度。哦，I see，我看到啦。對，迄個是真少拄到，所以我放2格。真慳啊！所以你就看到真慳嘅，你看到1格嘅咧嚇，就是真普通嘅物件啦。1.5格咧是邊兩格有嘅物件嚟，係啦2格咧是2格咧，本是邊兩格有嘅物件，特別你可以是真少會拄到嘅。所以你係講啊，我比較睇呢隻啦，你主要嘅咧嗬，你成 focus 成關注係咪所在咧？成 concentrate 咧就是講1格，你夾到注意1格就好啦。你講你濕碎就是2格啦，係啊。2格，佢哋是真少嘅拄到。真慳啊嚇，成個你無厘頭呢，係俾到時。真慳嘅，特別你可。特別冇個別使喎 ，because 已經是咱人變咗學嘅話講嘅嘛，接起咱嘅 vocab 記得嘛嚇。對，濕碎嘅。所以對濕碎。呀，濕碎。OK， 接落嚟咧嗬，愛講嘅物件咧嗬，就是地址座青色嘅，地址座青色1.5格嘅，1.5格，我1.51.5格嘅，一半。一個半。個半嘅。係啦，頭先你是1個嘅，我呢個2個嘅，我即係個半嘅 ，OK？ 個半嘅，個半嘅，B 咧嗬，就是蛋咯，蛋，都係蛋字面，蛋，我知蛋是個 Q 驚，可能 Q 驚掉啦。第二咧 F 係沙發，知道沙發。想係講啲物件咧，特別你個冇辦法唔係用呢個字咯，因為你除了講沙發以外啦，其實變學嘅話雖然佢有家己嘅講法，特別你係冇時間，你就沙發學嘅話叫咩啊？舊衣。你想叫你想看古早嘅沙發啦，古早好嘅人嘅舊沙發皮，唔是皮嘅，伊皮看起來你用一個 description 嚟 describe 伊啫。伊皮牛皮唔是伊皮，是伊規個款看起來真胖。哦，胖嚇，胖衣。對，胖對，沙發就是胖衣啊。邊咧我嘅話叫做胖衣嘅。胖。你去街市店啦，你去街市店，古早你見咩街市店？你講胖衣。好，我就先嚟話，胖衣。對啦，特別咧，咱冇講沙發嘅，正第普通嘅講法就是沙發啦，即係冇得走嘅。華語本時人講，廣府話本時人講嘅。對，沙發。冇得走嘅。沙發，坐喺沙發上邊啦。OK。但是講第三嚟咧 ，ringgit 佢哋冇人走咯，當然試過試啦。冇啦，當然試過試。當然試過試。試過，可以試過試。人家就俾美金啊，當然成俾嘢嚟食。可能嗰對。係啦，第四咧是 cushion。
啊，古生之前我跟你都说，那个槟榔有真济店是做车的古生的嘛，因为车我因为店我干了是写住哪里字嘅？shampoo 誒冇人shampoo 啦，冇叫 shampoo，會使應叫 shampoo 有家己嘅洗頭毛嘅油水，佢嘅 shampoo 咯嗬，shampoo 咯啊，叫我 shampoo 我冇上過呢個問題咯，shampoo 叫咯 shampoo 咯嗬，shampoo 嘅 shandy，係啦 W 是華人嘅話，所以你其實講誒。特別話這個字啊，台灣人冇講嘅咩？中國人冇講嘅咩？特別又唔是講話，又唔是講話，又講話，對啦。就咱入邊咧，人是受到潮州人嘅影響咧，咱變做 W 語，變做華人。咱潮州人影響，潮州人講話嘅啦。對，潮州人就係講話嘅。哦。係啦，福建人是講話嘅。哦，แล้ว咱是學福建，潮州人影響佢變做話嘅 ，OK。對，當時卡人影響到咱咁講笑㗎啦，潮州人影響到咱講話嘅，所以變咱就係毛菇，啊，毛菇就是，當時卡人。哦，對面毛菇是講話，就是講話，伊講話嘅嘛就，我就喂，結果聽眾裏邊有人講話嘅，較少，我知啦，就是會聲較關淡薄。青子喂，其實是講話嘅，哈。你注意聽講話，伊是講話。我爸就是講話本嘅。迄你是正福建話咯，迄你是會使叫做是正福建話，即係講是話。人會聽到，人個少會聽到人講話個啦。有啦，金盤鏡咯，就是講，譬如講是加，我唔是講人所在甲烏魯啦，特別有影正就是無發展加成個邊咧，嚇，伊無受到影響，就譬如講，你去上海大年啊，你可能聽到家己人講話咯，就講受到外口嘅影響較少嘅所在。OK，話，好啦，夾尾一個就是沙洋嘅洋啦，歪。歪洋。歪，即係你是台灣人無嘅，應該你就是台灣人無，因為台灣人咧嗬，洋嘅 I 已經變歪去啦。yang是沙洋啊，變沙洋嘅，所以yang音格都冇上去咧，所以這裡咧學變咧特別有嘅，咧人嘅 I 到 Y 半個就變咗嘅，這裡是yang，這裡是yang，所以伊朗是yang 冇嘢係嘛，係咯沙洋 Y 嘅 I 嘅頭是冇上嘅，特別咧學面環到，因為靠半嘅咧學佢就係嘟嘅，嘟嘅。對，跨幫嘅，你係拄到本事嚟嚟去去。所以我驚嚟學咧，你成學你一嘅成。對，一嘅，你成學咧一嘅。一個，成學一個嘅，跨幫嘅咪學。跨幫嘅咪學個。OK，所以同你講呢啲藍色嘅所在啦，藍色咧嗬，咱學頭是做乜嘢？處理嗰度就係用嘅。嘅頭首定面青色嘅是成帽啦，然後當劍嘅即是基本係咪？換帽。基本換帽，唔是我頭先講嘅是基本，基本拍地基，拍地基了，換帽，基本嘅換帽，了換帽。OK， 換帽裏邊咧嗬，一叫做 open syllabus 啦，我覺得阿毛班你咪第幾邊？你把阿毛班是唔是較好咧？未必好，可能你你去第二邊看。OK，就譬如講，咱嘅朋友英國章嘛是，英國章。英國章就叫 I.O. 嘅仔。英國的有咧，我可以嘅。呢啲搞拖嘛，可以嘅。你有改 install 嘢咧，輸入法。大郎姐，EA 咩？not bad 咧，特別一字啊。伊個界面，伊只物件寫出來，有當時 SMS 我當時有只物件寫出來，特別伊用漢語拼音啦，用華語嚟上啦。特別是 I think 伊只 determine 啊 ，I think 伊有對嘅。對 ，determine 伊看到伊個字你行嗎？對啊，我同你估一個本來 determine 係個美國嗰個叫咩名啊？我白記。伊本我白記本來 determine 咩？一大 OCO 嘅我嚟講。伊有白刀，我是 expect 伊白刀本是喺國中咧進步真濟。對，唔知我當然我教到一個學生嘛，站咪去頭一個，有一個學生是 online 教嘅，我是用 Google Plus 教伊嘅，伊是美國嘅長人嚟 ，American Chinese，you know，so 伊係學別人嘅大波，所以伊要學，我嘅話教英語，伊未有聽啊，伊聽過，特別講伊未使聽過，because 伊未想聽，伊冇明白，伊講伊特別成會曉講成，我解伊學面就係快咯，就叫。
已經有講我食飽了，我夠食如何無，如食飽阿未，伊即個物件伊個咧有一個那種 first hour 那種 first hour 一定要講。有可能要 expose 時有聽到伊鳥。對 ，because 伊佢哋聽到伊鳥甲伊翁講話嘛。哦。伊調人了，調人咩？唔是啊。唔關啦。唔關。調人是查某。調人是某嘅吧？唔關。hello，你出了 street 的咧？出了 street？出了 street 咪是阿關咯。阿關，佢哋諗未講成，佢未講到阿關。先啊，佢哋。OK， 嚟藍色嘅咱看頭一排，頭一排。試得就話啦，咩話講話 discrimination 那個水就試就講話。OK 嚟，嚟藍色嘅頭一排。即係我唔知。藍色嘅頭一排咧，藍色咧叫韻母咯。syllabus 嚟就是 vowel。vowel。係你按照睇我未知你字係咩？打什麼？打。你一幫刀。打什麼事？我唔知打什麼。你一幫刀。打是打。打，你一幫刀，我一幫就打咯。打什麼事 ？I'm very dry。誒，我講打喎，我唔是講打喎。冇打，即係會皮筋嘅意咩？係咯，我講你拍沙打喎。我講你喎。冇啦。我打是打，哎呀，先係我哋講，我就講唔是真係發生㗎。拍沙咧沙拍打喎，我講。哦，唔對了，你是冇皮筋意咩？冇人皮筋意咩？打咧。嚟住住嚟，佢comment你講住人講皮筋意咩？打打，個愛你多多面愛打誒。愛打。誒，我講誒，我皮筋意咩？我講，我叫我特別驚。拍打，唔要緊啦，你關事就好啦，即係你件事你關事就好啦，你逼佢，大我覺得大我唔係睇過人講大咯，大是嚟去更咧，當起嚟更唔見起嚟，要啦，要唔係講大起嚟要，冇錯，到啦人成有 A 就贏咗咯，forever 都對到88個對啦，A 就是 R 就對啦，對 A 就是 R 就對啦 ，OK， 係咯，同一條，當情況 I 先。I 咧就是 E 咯，就贏嘅 ，I 就是 E。OK，U 就是 U， 即係呢三個咧就贏嘅。對，咁你聽到對，咱人看一個 E 甲 EE 甲 ER 三個 E 咧就是細漢嘅細，有嗰個細正濟人嘅濟，你講我濟啲這邊嘅濟。白曬嘅白。白曬嘅白，有禮數嘅禮。地長地嘅地。要地長地嘅地，係啦。E 呢行是台灣人都冇咧，佢特別留啲邊咧，咱冇講袂使嘅，就是咱啉茶。就咱伊唔是 A， 伊是 A， 所以伊喙開較大淡薄。對，係啦。若是講 A 甲 A， 咱冇分清楚嘅話咧，啲邊咧是有問題嘅，啲台灣是冇問題，因為啲台灣咧嗬，因是近日 A 呢，一冇 A 咧，所以因是啉茶。啉茶，細漢啉茶，OK。你知我拍時，我俾 share 我 experience， 我拍時我俾 test 看到底是 E 還是 EE 咧？嗬，我就看我係喙角有落來哦，喙角若夾啦落來咧，我就是唔是喙角啊？即真嘅喙角啊？即係喙短，唔是喙短，哦，我係真啊，就是講下海咗，下海哈。你若是你睇你有落來咧，就是落嚟。對 ，you are right， 呢喙佢個大嚇，你喙佢個大，你喙感覺到學生都背住佢嘅，是呢，是你都譬如講誇，你一句，特別音其實就少年咯，音就少嘅，近日邊咧有年，台灣冇咧，有時黏地，係啦句，有時一家口，特別有時一家口，對啦，特別我同你講咧嗬。又唔知，我覺得 E 嘅 EE 咧，你冇分清楚咧，啲邊咧會拄到麻煩嘅。安怎咧？譬如講，安哥我係加倍。哦，係加倍。哦，加倍。加倍甲加倍是無相意思嘅嘛？對。都知咩意思喎？較加是淡巴咯，係加較濟咯。有啦，一個是 chicken rice， 一個是淡巴咯。貴。冇啦，其實人講中國加台灣咧，學嘅話講貴唔是嘅，兩種本有嘅，雞甲貴本有嘅，看你無上地區呢。貴少一條照啦，我係講貴飯。
貴飯，係有時講。若是講人講，但是佢看到台灣戲，咁有時講貴嘅，因為伊樣嘅台灣戲間了是上所在戲嘅嘛。係啦嚇，係咯，你冇法度，成日都看 KL 唔，都看馬來西亞人翕嘅戲，咁咧咪是啲 KL 翕嘅。都人講話，要咯，即係冇法度嘛。佢會講啦，因另外一個所在，比如講高雄啦，因高雄嗰邊，佢發展自己嘅事業啦，但係冇嘛，所以搞到啲台北翕話，但係是講對台北嘅橋咯。所以有時貴飯，有時雞飯加雞飯，所以依個意特別注意咯。特別咧，嗬，阿摩車人哋飛就講啊，意真係 confusing，because 意能看到佢意嘅嘛。所以就講，譬如講 K 意能睇 key 嘅嘛。對。即係你冇法度咯，because 意 system 裏邊你特別會記掉講你當今學掉嘅即係 system。是學嘅話咧，唔是 English 唔是用英文咧，所以唔是華南，唔是英文，你使用有你華南英文用像嘅物件，特別伊唔是華南英文，所以你特別嘅。我頂到時看到本，我是感覺到，哎喲，要講細漢後要拍林地後要拍成個 D 呢，特別 DEE 後，特別我感覺到你知講你看到這是羅馬字。你特別講，你點解是羅馬字嚟講？你特別讀無像嘅話，陣間你想象一個阿摩字嚇，你 French 讀無像嘅 pronunciation，你 English 對啊，真係唔知嘅，就講係你 important，I am important，but 法國裏邊根本都唔想睇，important，完全無像物嘅。對啦，所以咱人這個世界咧，唔是為咗紅毛話嚟練嘅，所以特別注意到一點。OK， 第二咧，入落嚟就是。ER 就係招嘟嘟嘅，所以是確半嘅。就係招嘟嘟。你唔知點解一面叫人蛇嘢？人蛇嘢。人蛇嘢。面叫人蛇嘢。特別係你字咧，我是唔是學嘅話咧？我唔知。特別咧，學邊咧特人本嚟學講嘅，一聽起來冇相關啊。蛇去古有，我係記古有嘅蛇去。我這超話一個強哥，古人講伊人較光面咧叫做伊人嘅頭呢。頭成個拖咧。人就拖就頭嘅呀，所以即係字講正少呢，冇講正濟，所以一時學半嘅咯，對啦。當入到嚟就是 O กับ O 了 ，O กับ O 咧，真係 simple， 一個就是細喙，一個是大喙。對，看你剪到落夾落嚟哦，你喙開長落嚟。即係開長嘅咧，就是挪嚟咯，落河了，落河，對。所以羅邊咧，羅咧大羅咧，叫做 LO 羅。開喙。對啦。河兩物件，河就是。特別呢個。特別你學有 certain 嘅物件咧，可是邊兩個嘅人講嘅話是自己講錯語啊，錯真濟年啊，幾十年啊，所以解袂對起來了，所以有啲人講 A， 有啲人講 B 嘅，譬如講差不多，人講差不多啊，冇差唔多。有人講差唔多就，所以上一個字嘅就一般是多嘅啫，伊其實是 DO 嚟嘅，特別人講差唔多，有時咧就人唔講 TOO 嘅。差唔多。對，我嗰陣時講差唔多。我嗰陣時講差唔多。差唔多，我們講差唔多，差唔多是我感覺就是講好話影響嘅，差唔多。對，意思就講好話影響，差唔多是啊，差唔多。所以我講差唔多就奇怪。我講差不多咧，我就講多；我講差唔多，我講多。對咯，特別是什麼嘢嚟就？所以咱就是就講好話影響嘅。特別你特別會曉。拍本，所以你把刀被講掉，你直接被講，你死講你被寫你字，我唔是咯，我嘅 system 裏面就是講我放你字嘅話啦，我 spell 出來時咧，差不多是 TO 嚟，對，差不多是 TO， 差唔多是 TOO，所以哪種咧我不會講差不多，對，本嚟拍出來差不多，我不會放字嘅。特別你阿未掉，你阿未寫，阿未學拍一整咧，你學咧羅馬字嘅時候，你特別在影講有清差，對，有清差啲到落位 ，O กับ O 是本規，一กับ E 嘅正語是相嘅。成個講只 O 尖加差差我做邊 O 兵，所以有陣時人受到影響，看到漢漢字講O 兵是 O 呢，對啦，because 伊是用把身嘛來 U 嚟寫嘛，咁咪冇辦法咯。O 兵，係啦，夾尾一個是豬腸粉。
哟，豬腸佢哋音就奇怪，魚嘅音咩？福建話是無限嘅音嘅時間入邊，能夠有人食講話嘅嘢。豬腸粉，豬腸粉，咱講腸粉係嘛？因為就腸粉，喺度腸粉咯，腸粉，豬腸粉。對，少啦，攞call，是正少嘅免煩惱嘅字啦。豬腸粉攞翻只就夠，未曉唔要緊啊，because平時拍字是正少啦，基本上是正慳嘅啦，除非都是未豬腸粉嘅啦。你若是講你想到你啊，你想未記，講只拍時間嚟用只 download 只 PDF 嚟看。冇，只 PDF 就未成 download 啦，會使隨時會使放啲 iPhone 裏邊本。對，隨時會使開嚟看。隨身嘅一條。以前嘅都放啲 iBook 裏邊咯，即係你是你出去外口旅行啦，去外口食飯啦，隨時本使用嘅喎。放西點使本使用啦，食飯點使本使用，上班你能困嘅時，困整本嚟使小可幫助嚟看看者咯。對，我當然 download 一套。破病使用，做工本嚟使用嘅咯。拍廣告啊！你咪做一條廣告係 poster 出嚟。save 起來嘛 ，save 起來就啲。copy 打波使用，大人見啦，咁樣使用。你真係夠要啊呢？大人見啦，打波查波啊，你玩功夫咁樣使用嘅。嚟，了解嘅。醬粉了。我咧就只贏了。我同你講 ，AIAU 呢行，咱就 skip 啦，明講啦。贏啦。就先俾你乜 I 個 O，然後 EI 咧無厘頭，攞嘅無需要煩惱。哦，你。無厘頭，呢兩個係無厘頭嘅。熟地。啊啦，咩啊？熟地。我咪熟地點咩？熟地，你知啊？你 beats 啊？熟地，咱叫學叫我叫做，咱半罐湯嘅啊，你真係 beat 咗咧硬嘅，特別一打咧，一食咧，叫做熟地湯。特別迄個是 E 嚟，迄個是地嚟。地喎，地是 E 嘅嘛，拖開地嘛，地喎，唔是地哦。地唔是地嚟，即是無厘頭嘅 A，要一個 I 就會 A。正少嘅，地是地啊。正少嘅，基本上咧是冇落去記嘅，正少嘅。你講話本來無厘頭。對，無厘頭。了。OK，來 ，E 就 E 是啥？就 A 下字嘅寫。成個88句就對啦。有何家那spell，何家，咱可能聽眾咧，咱咪學下 answer，咪學答案。何家都笑，咩笑？笑，當然嘅何家咧留啲假啦嘅嘢。何家嚟個 IA 話啲可亂嘅有 spell 咧，嘅頭整青色，一家頭整藍色，頭就做咧假嘅啦嘢。何家我應該知道。等我看掉。OK， 我想到啦。very good。OK，IO 咧就是 EO 咯。你成句就係要就衰，我要就錯，要就錯。係咯 ，IOO 咧可真啊少會拄到嘅，特別咱有會拄到嘅情形就是阿鳥 NIOO 呢，今日即係今日這個字呢，你即係看到我放一個 C 嘅字呢邊看到，或者細細個 C，你看對面有一個 remark 嘅 ，used mainly with consonant and，so 我你會記講今日真耐嘅字有安尼款嘢，雖然講伊是中國甲台灣不有人安尼款嘅音。特別你學真少拄到字是安尼款嘅，所以伊是一塊嘅價嚟，因為伊是普通嘅物件，特別真少有音嘅。鳥啊，咱嘅鳥嘛是 IOO 咯。鳥，今日真耐嚟呢。好屌咧？好屌無上，好屌咧是迄個南門亞食嘅所在嚟。OK。哦，對，你是 NN 的，你是 NN。伊是 NN 的，特別是鳥，你會感覺，你會感覺講鳥 actually 本是 NN 嘅咗，鳥 actually 本是 NN，特別因為伊嘅 consonant 伊嘅頭是 N 嘅，所以變咗後尾攞你 N 數夾走去。actually 啦，正啦，但是你係正 standard 嚟寫一個物件嘅話啦，台灣人發展係點樣？伊應該幫鳥做 IONN 嘅調嘅。NIONN，伊應該係咁個調 ，N 款個調嘅，應該係咁個調嘅，咱就無安尼款嘅 exception 啦就，特別安尼款嘅 case 真少嘅，所以變做是人直頭講誒，你幫 IOO 好啦，所以即係是笨蛋人做物件咯。特別有可能伊是感覺到伊成間一鳥等咧，等去鳥。แล้วอี because in 鳥內澳嘛等鳥咧時候伊 end 到已經有鼻鼾聲，免後尾免係鼻鼾聲。
掉落你看那只只全部啊，吼，伊拄着那牛当时啊，伊喙根本亏只大嘛。牛，啊你估你下喺假流落嚟嘛，一直嗰啲牛，所假流落嚟嘛，牛。牛 ，OK 了。IU 是 U 先輩啦 ，U 即係你面上咧，係咯，第一接落嚟確半嘅無代無代愛，即係你就只都條本嘢，所以確半嘅，係咯，大佬是 O，伊唔是 O 咗，伊是 O 大佬，伊唔是 low，伊是 low 生 ，Hello morning。哦，十行就嚟啦。嚇，唔要緊，叫人字。OK 嚟，花就應咯 ，UA， 花就應是 UA。花對。對，係啦，個 UE 衰，特別我覺得講啦，等隻接落嚟，你會看到佢哋腦殼嘅咧，有一個音咧嗬，就是衰一個音咧有關係，就是 EOI 啦。安怎咧？人哋嗰邊咧就係人唔是講衰，但是講衰。衰啊！你計衰啊！你人計衰啊咯。正，你講話學嘅話準嘅話咧，就是你人計衰呢。特別我講衰嚇，特別有隻就人講，哎呀計衰呢咯，計衰呢咯，伊是衰。所以成日講話講隻吹起來衰。對，一吹啊，伊成日你人計衰呢咯，有隻就人講話。我唔講差唔多一步啫嘛，我講衰咧。喂，特別無衰，我往時講衰嚇，我講衰，特別我成日講 SUEI 衰，我後尾 EUE 特別加隻 I， 衰人都超級壞，衰人嚇衰，真正衰人都後尾加隻 I 就對啦。係咯，就係 UI 咯 ，UI 就是卡開剛剛嘅開會。係咯，人就水咪是 SUI 咯，會攞是 UI 咯 ，UI 係咯，攞就都 spell 咧嚇 LOO。攞出格啦，攞 OO。出格啦攞。你快啲會攞，你都歡喜咧嘛，隨住佢就話咧嘛，係咯，係你格啦啦嘛，會攞。係咯 ，OK， 接落嚟是 IAU， 藍椒嘅椒。有人啲 office 嚟咧，有時就講就冇就嚟，一個怪人又唔知藍椒怪，都就 simple 咗咯，藍色嘅就搞掂啦，都就搞掂落嚟而家。藍椒怪自敗怪 ，Oh my god！ 參起來講大，參起來啦。OK， 接落嚟嗬，就simple 物件啦。OK， 藍本拿食嘅事 ，M 咧就是唔制，哦，依個 M 咧一部vowel 誒，一部半行嘅嘛，是一喙冚掉，係啦，接落嚟就英嘅物件啦，計到就是 A 啊、E 啊、I 啊、O 啊、I 啊。鼻鼾聲，伊後尾有一個鼻鼾聲咯，青晒晒，後來個阿 John 講拍大，後邊咯，變咗99.999%人講你講大，特別阿 John 講大。誒，等陣我俾看你報啊，直接攞去 comment 你是 email 或 Facebook 同我講，人講大還是大哈 ？OK， 係咩？呢係啲 Facebook 啊，陰正。冇啊，不當然唔會聽，我是講反正當然冇人聽，我講係人嘅嚟 show release 時啊。讓走去同我講，去你 website 邊咧，我見到咁嘅朋友，佢同我講，如果講大，還是講大，當然你有拍啊嘛，你拍 DA 還是 DANN。所以正要注意咧，即係就頭先做要注意嘅嘢咧，嗬是即係3年嘅，就是咧嗬頭一咧就是 ENN， 你感覺講小姐，應該是 A 嚟嘛，應該是 EE 嘅嘛，特別咧嗬 ，actually EENN 同 ENN 咧是冇分別嘅。一記人冇分別咧，嗬！你看到我 remark 寫就應該冇分別，所以咧嗬，你意咧廿手放字就好咧，寫起來，means 你了就letter，因為你有啲人講就講借來借去，講清楚人家係講到借來借去嘅，其實借來借去加借來借去，真係壞，所以 ENN 咧嗬，音咧嗬，either 是 A 本嚟使 ，A 本嚟使 ，does not matter。
所以隔了你想到有鼻腔音做冇嘢話咧，正物件啦、生件啦，顧佢哋咩人？咩人是 M 頭嘅。哦，對，你就 BTS 啊？你bằng M 頭，你學啊 V N 咧，你對面bằng咧，因為 M 加 N， 對，因為 M 加 N， 隔了是鼻腔音啊，鼻腔音做頭嘅話，你學鼻腔妹對面對世界走咧。哦，頭前有鼻腔啊，後尾咪係鼻腔啊。有啦，你阿冇上次鼻腔唔好嘛，一人一個鼻腔就水啊嘛。OK，對。今次你鼻腔就要去韓國做 surgery 啦。對，OK， 正。我去做對啊，好啦，那個想，特別個想，聊嘅聊。好啦，天頂嘅天。好啦，之後咧就是固另外第二咧就需要注意就是 ONN 加 ENN 嘅正形象嘅，E 嘅音咧其實是 OO 嘅音嚟，哦。即係佢哋可，佢哋字就是30個可HONN 可，都買起啊加水可HONN，特別即係嗰粒是 exclamation 嘅物件，所以平常時真少會用到本嘅。啊，那個一人講唔對嘅就是歹死嘅歹啊，然其實是有一個鼻腔音嘅，特別一人同人講歹死，冇鼻腔音嘅歹死。係好啦，故需要注意咧，就是加俾第二咧，就是 IAUNN 啦。IAUNN 加俾第二咧，頭一轉加俾第二咧。IAUNN 啊，喺你處理都跳過咧，這裡是你就簡單嘅啦。簡單嘅你冇所謂啦，咁少咯，係你是教嘅人講嘅，咁樣有講嘅。愛咧，愛啊 ，OI。愛是確幫嘅，是邊樣人夠會用嘅？愛去困啊，愛啊。真係冇寫對咧。OK， 你啊 ，OK 嚟後尾 UAIN。冇 UAIN 就係就是 Y 嘅 IAUNN 加 IONN 咧，嗬是上面嘅嚟嘅。特別咧，嗬邊樣嘅橋咧，只一人寫掉，但係人只一人講寫掉嘅，就是路咯。你講後調嘅嘛？後調嚇，對。對，真啊，濟人，咁啦，不是安尼。特別往嘅處理是講後調嘅。後調，我聽啦。對，IONN 加 IAUNN 咧是100%上面嘅嚟。特別有嘅人嘅橋無上所兩種比較無啲。像人講向邊個向邊咧？冇，唔是向邊，向邊加向邊。向嘅邊。點向。向邊還是向邊個向邊嚇？呀，向邊個向邊？向邊個向邊？對，向邊個向邊？好啦，接落嚟就講啦，接落嚟你講 AM 就是暗咯，係咯 ，EM 就是 M 咯，上榜啊。我等陣有一個人聽個一邊嚟講今年咧，我未記啊，攏免驚。有嘢，你攏免驚，因為我甲人講這麼事，你到時你用到嘅時嚇，你都會想到講你免講會記，我特別會記特咧，然後起來，你用到這話時候，你對拍，你對用，你一想到安怎用時，你特別去想，你去一個 table 去 check， 即係你用久你就會曉咧，我本身係很學嘅。用久就曉咧，攏免煩惱，免杜蘭。Actually， 以前 focus on 係你嘅了一格嘅話咧，一格就只快啲嘢，嘛都只應嘅，識學一格嘅先，識學曉一格先。了，三萬個啊，音線咯，簡單咯，សំ咧，最សំ，係សំ嘅សំ，係សំ嘅សំ掉，係咯，UM 咧可是即係懂字。因為嘅教到大家懂字，懂字先冇嘢，即係懂字就冇嘢，即係所以一時確保嘅，因為一時就只會讀到嘅物件，只能夠本地人較會懂字，係啦，接落就應嘅咯 ，IAM 應阿成，係咯 ，EENG 咧嗬，是個字嚟字嘅，就是邊呢？字嚟字嘅。冇咧，冇把你物件介上 email， 佢就是你呢，邊呢？啊，你按照咱嘅鄧人字用佢個鄧人字佢個名啊。啊，對，伊個即個唔是即個字咧，是因為冇即個字啊，
無白嚟字，因為伊無白嚟音啊嘛，伊啲伊古早聽講是，人講伊嘅名按照伊安尼款嘅來源咧，就是檳榔是波比嘅比嘛。波比。係咯，迄零，迄個能啊，零嘅字就是有在調嘛，所以有人波比，有在調。哦。嘅所在。好意頭。有天講，有天，嗱好意頭咧，有天講波比，係咯，這邊嘅人有在調嘅，所以伊叫做檳榔聽講，聽有一班嘅老人甲我講嘅，聽講，我冇去研究呢邊嘅歷史啦，特別檳榔接落嚟200年嚟本是安寫嘅。有啲人寫，但是有啲人是講檳榔是阿毛話嚟，特別其實是檳榔是人福建話叫。雲南話嚟，就雲南話嚟檳榔嘛。係啦，但係我阿邊人講檳榔係啊，人是阿毛，人講阿毛話是講個檳榔嘛，檳榔 free school 啦，係咪？你有時人講唔是福建話咧，福建話就叫哈咪呢，特別人講福建平城啦，即係人無啦，人直接人講平城。啊，老咪是講檳榔呵，回關咪講檳榔呵。對，講得本事。了。檳榔了。OK，就嚟 ing 咯 ，in ringgit。同埋人講啊，當然講 in 咯 ringgit。in 係咯 ，ong on。拍叮叮咯 ，in 呀，拍叮叮。拍叮叮就拍叮叮 ，yes you are right。拍叮叮。on。係咯 ，ung 咯，金崩嘅，金崩。係咯 ，iang iong uang 係咯，自家 simple 名啦，yang wang。膀胱。膀胱。好，就嚟是。係咪嘅 ？nasals。係咪嚟？就是 nasals，鼻腔聲。啊，你不，聲誒 ，nasal 就是幾擺名嚟。哦，同埋咁啦，立波而家是 nasals，OK。有啦，特別難寫嘅。等人叫咩？比方講，鼻腔聲啊，p音。波是鼻腔 p。Yeah。OK， 你那個板 ，OK 啦，就贏啦板。板 man。誒，我講面喎。不，正就是面呢，正就是面 IAN 呢，正就是面呢。哦。正就是講面呢。特別咧，人有嚟人笨蛋講。那是講我講面呢，了你拍字出來啊？啊？那是我拍面。出來。OK。我你搬出來。面類啦，面類嘅。我面你自走去類啊？我面就冇啲啊，有啦喂。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ตีสารอะไรสิกูเชิญในเชิญอีเสียง咯一個定語你 er 就是嘛 er 是所以กูเชิญ不是這是哪個哈不夾半哪個夾半靠半嘅夾半即係夾半OK in 就 in แล้ว on รู้จักคอนโดมีนเนาะรู้จักคอนโดใช่คอนโดon有人咩阿 on 嗎？阿 on 有人咩阿 on？而家你是講湖人嘅啦。on 仔，喂，on 仔是講湖。喂，cousin 咪就阿 on 哥哥。我真係幹當。特別我唔係聽過呢個名咯，你全世界嘅你會曉嘅。佢世界嘅啦，我知啦。全世界嘅你知啦。我有啲後尾有討論過呢個問題，我感覺全世界嘅你知啦嘅曉呢，冇人知。冇人知幹當是咩啊？冇聽過。雲南你去唔雲南話幹當是咩？我等陣我每次嚟講搞嘅檔數啦。誒 John 啊，你知我唔係叫你 ，OK 一號 John 你知幹當係乜嘢？Is it a Malay word? Konton. Use it in the sentence. 講咯，你講哎呀，Konton 啊，你Konton 嘛是，用時看到你對確上眼是Konton就冇爽字條。有陣時你看對確上眼是Konton就冇爽。你唔知冇聽過嗬？簡單冇人聽過嘅，你聽過嘅。testicle 嘅講 ，testicle， 你就是講唔是健照啦，是葡萄啦。啊，葡萄對，唔是蘭椒。簡單你是講 你是講 LP 啦。LP 哈。簡單啊，唔係聽過，唔係聽過。簡單喎，我要知 somebody please somebody，就是人講，即係你必是我自己厝人講嘅嚇。
還是娘娘，你唔娘娘人看真係簡單。可是應該女個冇相。咩？我講到冇相啊！就是女個冇相。所以你問得講女是簡單嚟。冇啦，簡單我聽佢我俾每一 balance 看，我見每一 balance 看。很多時都冇人聽過啊！我啲 WhatsApp group 入面有討論嗰啲問題，你每娘娘看娘娘嘅人看，真係簡單上面。OK。你成講啦，你講佢你卡。maybe 阿 Sir Mr. G 就係咯。你出面啊？成講即係咩嘅 ？Project 你就係 project 咯。誒，我同你講，我當初咧除咗隻物件，即係 Indonesian or Malay， is 正嘅 website 裏面寫到是 Indonesian language 啦 ，synonym of penis in Indonesian language， kontol。closer。哦。So is kontol，還是konton？konton。maybe 特別 maybe 往時講唔準起啦，有可能。所以就是講以前娘娘話咯。可能啊，konton 可能下掉。Good, very good. OK， 嚟就去講konton咯，同埋你。所以白豆我特別驚，我特別想辦法試下你攞嚟自出嚟咯。konton 特別型嘅，試下攞嚟自出嚟知自己咯。所以你 spell KONTON 是咪除掉咯？掉 konton 你特別想快定難字，安裝咧，原來是講一時 testicles 啊。對，我特別除架 testicle 關係字，日日知呢個裏邊嚇。Good. The origin of konton from John Ong. Konton Ong. OK， 來 on。OK， UN 是 un simple。係啦 ，YN 咧 Y 咧就是魚嘅意咩？意就是講一出一段時間會尖人嘅魚冤無端端。哦 ，YN 哦，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咧，魚聲 umlaut 嘅聲啦，魚啊 umlaut 啊對。Yes，German 計制之類物件，你講咧唔知哪聽仲有跳。umlaut 聲，啊即人有這個，那華語有。我知，特別這個 term 是可能 German 也有聽嘅嘛。哦，好，我諗超過。umlaut 啊 ，OK，I see。Because 阿摩未學，阿摩 American 未學 pronounce 語嘅聲。後邊就是你咩？對，成講你法國話本來這本人嘅名叫做 Luc，L-U-C，Luc，對 ，Luc。然後接來是 I-A-N-U-A-N 加 N-G 是講 simple 物件，見觀聲觀音聲格啊，聲格 sometimes 是特別 point out 是，我聽到時我成講有隻 E 特別冇 E 嘅，冇 E 嘅，呢是聲格，唔是聲格，湯對。所以你看到按照人聲真嘅，嗰都是 CHNG 嘅。哦，唔是湯，唔是湯，是湯。對，所以佢貴到睇嗰啲咪是 TH apostrophe NG 嘅。咁咱古仔咱係 forefathers 嗰啲落搞。一就講冇包嘅就廿走嘢，貴到湯。就聲一百一條呢邊嘅，用皮曬改嘢 TH apostrophe NG。聲格湯，啊湯俾湯。咩藤叫 THNG， 接落是 finals， 哇！那你點解咁搞呢？咁準嘅，來 finals 是什麼意思 ？finals 意思是 final 就是講伊有背嘅，就是講伊呢項是無伊是冚出嘅伊咪。在下掉啊！伊個 stop， 就是講有會曉 music 嘅人呢項就了掉咯。會曉 music 嘅人就講往隔了嘅open syllabus 跟 nasals 咧，嗰時攞嘅攞拍啊。就是講拍變到是 do 攞嚟，嗰啲叫咩啊？攞拍，攞拍到 do，然後隔了係 final 是一拍呢，是 do 聽嘢一拍呢。我不知道佢哋看所以你探是咩？探攞嘅嘢探 team。嗰粒是攞嘅，加料是攞嘅，打嗰粒是攞嘅，特別呢個，嗰粒是直嘅嘅，伊第二隻嘅是冇嘢，要是嚟 stop 喺呢個 sign 上面喺邊，一係嘢，就係嘢 ，rest， 嚇 rest，喺你哇成個照鏡呢，撒嬌呢，撒嬌呢嘛，然後 rest 啊，就喺你叫 rest 咯，就是休息 head， 喺你叫做 head。下鏡時候下鏡，OK 嚟下嚟。你講 stop 啊，是下唔是？我講下哦。
你有鼻孔吼？我鼻孔喎，我講嚇我無，車，意思是無，意思是無嚇車先，意思是無嘅，因為我講講嚇車，嚇車，嚇，所有東西，你看你拍嘅時，你係期望整我都全部掉佢哋字嘅。對，所以 at least 不到我會記啊，我就講嚇，有時講我直接拍嘅 ，and 時我就買嚇車，對，我同你講 ，actually 是迄個啊，actually 就係嘅，你注意啦，嗱是講一派嘅話啦 ，music 裏面一派嘅話啦，啲電影裏面一派，嗰陣是冇鼻孔音嘅。哦，咱基本上啲電影是冇鼻孔音嘅，嗰陣一派嗰陣是冇鼻孔。哦，I see。你就講係時咧，你就就講佢其實是唔對咧，伊冇可能是。個爹都冇鼻孔音咩？有可能有嘅人有可能關係啦，特別我研究出來咧是電影裏面是冇吞冇 N 嘅，冇鼻孔音嘅。嗰陣一派是冇鼻孔音嘅，兩派嘅有嘅。有啦，所以拍、背、踢、斜，開嘴，對斜。對，我同你講 EH 及 EH 咧，啲台灣是冇嘅啫。台灣近就一個呢，因為有時講讀斜，有時讀斜，對，有時講讀斜，有時讀斜，對，近就變咗日本嘅。แล้วก็等陣我俾講，你 H 咧是OK 拍。我講，你係大講係你 H 音嗰讀咧，就是你對咗翻下話，咪你 DAK，係你 K 音，就是咱人變咗學嘅裏面嘅 H 音嘅。冇 plosive K。冇 plosive 啊 ，glottal stop。你冇歌，你冇意思歌唔是科誒，你歌拍。對，伊冇科，伊唔是像講人冇話你咩 fuck，冇就 K 音嘅，咱是冇嘅，咱是冇嘅。你是咱知就講就知啦，就係係啊。是，你是講是是唔是？是 AH。對因為伊無調啲腦嘅，伊無調啲腦伊是調啲喙加腦之間。actually 冇，我感覺到是調到啲腦嘅是Kiki 對你知當到你對面爭你知當到你冷熱嘅嘢，你知冇當到你冷熱嘅。對。Yes。然後拍是 ERH，拍咧好是近來咱邊咧有呢，你就說，因為啲台灣人是冇講拍嘅，就講拍 A。哦。我唔知就是講拍 A 嘅啦，特別咱冇人講拍 A，咱覺得講拍嘅。呀，拍。了，個係什麼 ？OK，拍係咯，字咯，字三個字。字。係咯，第隻數，呀數好嘛？有數係數，係咯，就是 OOH 加招都對，係你不是 exclamation 嚟yes 意思嚇。OK， 係咯 UH 是你加數加咩嘢咧 ？UH 係咩啊？冇，即係你唔是兔，即係兔嘅兔冇啥物件咧，兔是加杜蘭杜啊，卜，你個兔是加錯咧，兔是怎物件嘅差啲嘢，兔有這個物件本咧，特別是我這邊寫係兔啦，又唔叫兔啊啫，兔啊啫，係咯，最拜，最拜，OK，係咯，係咯，這裡掉落嘅，冇事，夾半，係咯，這裡是你就人見啦 ，baby 就出事嘅啊，就泡泡泡，AUH 泡，定係要停嘢嘛，一般都叫就泡。你是講這是用 Mandarin 嚟讀啦，用華語讀，按咗讀係你？差明啊，係你字啊？係你字啊？我唔知，等陣先啊。一成個直落喺屌。灰落，白灰落，你成個隻白灰落，鬼鳥咧白灰落，落係第一步嘅嚟步跑。佢哋音出嚟先。就係咗頭啊！跑咧，跑。呢陣嘢就人comment 到啲 Facebook 呀。咩？但是講起隻 show，我冇看到。然後跑。
inside office 啊，即係咧成講 inside office listen to 邊個學見。哦，I just can't. There's 有咩？晒講咩呢？喎 ？How do I connect to YouTube？即係咩話？哎呀 ，I cannot listen。Today，阿媽，吹波啊？我拍未到你知，等陣先啊。呢個就係你 Mandarin email 頭嗰時候，呢隻夾背要揾你等陣先啊。我吹出嚟，我有。攰落去。哇！哎呀，免吹啦，不知個吹啦。我講咗成。誒，佢就。點差唔多點半鐘啊？講嚟，講下兩件，其實講歪告訴我都聽啦。哦，即係告訴是 after recording 一個講啦，係。Exactly。哈哈，即係話 private 我數錢嘅拍曲。對。嚟。當時冇聽聽嘅，嚟下講，你一隻位特蚊講跑了句是劈，OK， 應該是貴。對，應該劈，係啦，個招物件我招，嚇。招，係啦，接落就是刮。也多刮 ，UAH， 係啦，流血 ，UEH 血，係啦，接落就是龜甲嚇，即係就是要掉啲腦要嘅 K 入去啊，去定面嚟啊，要龜甲，腎甲，特別咧嗬，有一個物件咧嗬，常常有人講邊樣係音甲台灣音有走出來，就是感覺，你是講感覺，還是講感覺？你是 AK， 還是 AH？我是 H， 你是感覺嚇，感覺。對，我是 H 本嘅，特別稱之是 K。感覺，哦。對，啊個達字啊，達字啦，達字，你是 H 還是 K？達字。達字，達咩？達字是 H。特別稱之是 K。我冇聽講達嚇。你講特字嚟啊，特你。because 啲台灣加中國咧本是 K。哦。咱人說音變輕嘅咧，特別稱之啲會聲較滾淡薄啦，所以是立保留條 K 音嘅。成個講我特字啊！誒，我是感覺到我當時咧，有在成個講，係咪笑？你個當了。對啦，我特字啦。你唔是我感覺到是係咪笑？有這是變咗成個半段音去了咋？你較這 effort 咋？其實就是 K 半段音咪。嚇，你這 effort 嘛，你較這用較這啦，佢哋講特。對，應該音較輕而對，你話 right。半段。OK。一稱之較骨力啦，特。依家 good 啊，依家用落就依時走車啊嘛，依家我特字啊，我特字，稱之我特字啊，我特字啲特赤，了，黐極 EK， 黐極，你講仲單人撞嘟啊，有隻先生嗬，叫做單極人嘅嗬，冇咩劍仔。單極人，依叫做極人啦，啲聲單咧叫做極人啊。我覺得我頭先兩小話叫做單膠啦，你咯。唔知點講，點知？你有冇就諗講我了啦，星期真搞只 creative 嘅咋？單極人，太高了！單極人。哎呀，笑死我啦！Oh my god！ 你個外邊硬橋，太搞啦！哎呀，拍打條肩，哎呀，條肩歪卡嗰度啲，歪卡嗰度啲都頂佢個尾嗰個壓掉歪卡。
我嘛是條見到我袂使上大嘅動作，because 我喺 office 裏面。我特熱嚇，激住隻當激戰，當高人，當高人，哦，so creative，我梗 creative 嚟咯。我仲對見到佢 creative，哎呀 ，OK，了。哎呀，死人一對去，哎呀，死人一對。這裡是邊一個有啦 ，Jack EEK。伊個伊出你喺架樓落嚟 Jack，呢隻 Jack 破咗未有 ？Jack 破在等陣，我唔知咩事，點啊對去喎？如果係咩對？我係即 recording 都話佢哋幫我攞嚟話，真係攞嚟話。OK，Jack 破，我特登我去 share screen 特登 Jack 破，Jack 破 ，OK，Jack 破，然後就咧是我寫唔到物件咧，我哋 IK 唔掉咧，我 IK 唔掉咧，IK 唔掉咧，我按照你講唔掉嘢。我一個第二個下，我 IK 啲應該是不行下，你幾個？你幾個一個叫好啊嚇？我幾個？慢看慢看啊！誒，真攞你直破，就是咯，我話你個注意掉。哦，我 save 唔掉啦。อันนี้เขารู้proof 啫。掉，可看掉。OK。你學期嘅學 OK，但係那是 replace 你另外啲 IK 上面，滴得 MB 嘅滴，哦，滴得 MB 嘅滴啊，滴得 MB，所以我是 IK 嚟，滴得 MB，哦，滴，OK，滴，係咯，即是學期嘅學嚇 ，OK 學應該係啦，就嚟咧學就是 UK 啊 ，UK 你講學真係冇 UK 是竹，你就係竹上面嘅，隻梅，OK，都唔是冇上面嘅嚟，冇一個竹上面嘅嘛。掉講好買，掉啦講好買。無係咯 ，IAK 是物件石嘅頭交嘅石。石燒啊！石燒起升地咯，石升地咯。有一個腳學，講腳腳。係咩燒嚇？石燒嘅燒啊！我唔有寫，我特別記緊住啫。因為我冇即係字，我冇寫字嚟明個，我冇除掉啲字個。別怪啦，我拍過是無石燒。叫啦，佢哋嗰時係轉話嚟，簡單嘅石燒咁樣做，轉話，有陣時石燒 ，OK， 石燒，係啦，你按照 update 啊，按照 update 咩做？你 database 特別教啊？我記得我 database 教到啲好多咯，呢個就 upload 嘅係嘛？講 simple 嘅 ，OK， 腳學嘅腳，嚇腳學嘅腳，係啦，巴薩嘅薩。巴薩，你 ET 咧，變喺5年，巴薩、拖薩，嗰陣是 AT，哦，攰 set， 啊，你知攰 set 係乜嘢？攰 set 你去食咧，攰 set 你 set lunch 攰 set，攰 set 咧，攰 set 啊，攰頭，食蕉都對乜嘢咧？即係點解你講攰 set 係咪是唔是嗰啲 whole set 嘅意思？攰頭對攰 set，攰頭啦，哦嚇。OK， salad， 那個就 ER 啦。呀 ER 啦，OK，IT 就影樣，蝕裝啦，蝕起啊，冰山蝕起。蝕起啊，係啦，個 odd 蝕裝，學電縮掉嚇，odd 電，係啦，骨就係骨就影骨嚇，夾半掉骨，係啦，夾，一兩好計夾咯，係啦，發個多粒夾，唔係識個夾呢，發啊，發達，係啦，個夾小嘅夾本是夾小嘅夾，所以夾小我哋意思咯，即係是正講話咯 ，talkative 咯，係啦，個即係是sperm of pigeon。哦，夾小，小，是小，唔是小啊，是小。小，就是講小係咩嘅？小黏嘅物件嚇。嗱，你是你念上小嚇，你冇上字嘅。哦，小是冇上字嚇，我點講？特別小是小嘅咩？隔籬本是小啊嘛，你有家長看過清清嘅咩？就是啦，我就是講特別小甲小冇上啦。冇上物件咧。So actually 小是 actually 是，咪小是咩意思？小是阿莫話是叫做semen呢，還是叫做？對啦，對。特別
小咧，小什麼？小什麼？Semen 啊？Semen。了小咧是實在 sticky。I think stickiness 哦。哦，啲物件黏上嘛，上黏上。成個講伊成個 berlendir 呢啦。Yes, you're right. 如果我搞你前年冇講過，有講 berlendir 我嘅搞你。OK，顧住我你就啦，就冚正波你個。你係，咱卡機加夾 IP 加夾，係啦 IAB 就是夾 ，and 就了。你頓是冇需要還到，你個頓是另外一個話題啦嘛。係咪？我另外就話題啦，你。哦，對，你上堂考，你上堂考我未曉。你另外一個話題啦。所以我特別驚你 IK 時，我冇講注意到呢啲物件。係啦，OK，我特別驚你驚，我驚咧，我 send 到俾我啦。啲MB 咧加廣東咧加，點樣講另外最什麼嘢？啊，那我應該你 ON 我就幫廣東嘢哦。咩冇人知，咁我一人知，就冇人知上面。咁我一人知嘅。特別好。我幫住 remarks 咯 ，spoken by John only。The special the star 就咪顧特別。Special the star。แล้วว่าปัจจุบันนี้สิหลังก็講佢哋ต้นเนี่ย because ต้น是ว่าบุ้มเบียเขาว่าเบียก็所以ปัจจุบันก็ต้นนั้นก็做上陣可能接駁啦กันนะรู้กันว่าหนอหลังจีน正拍確นะ咯แล้วหลังก็你หลังก็講嘅正式去研究好แล้วอันนี้ข้างก็定過一條是做可能感覺到伊人感覺到講別比講真正坎坷啦，特別你特別在講你特別有幾粒坎坷特別物件，你會使走去學嗰啲一格性、一顆性。你這裡 episode 出來，當時咧我幾難下物件學有咯，頭先是 PDF 咯，第二咧就是迄個 installation 嘅 file。哦，你要講 installation 嘛？你要講完再。免解，用家己 double click install 呢？我有上嚟 file 嘅，一個是 exe Windows 嘅，一個是 Linux 嘅，佢就是。你特別按照 boss，我特別 boss。按照 boss 嘅，你連 link 其實咧，因為server 位嘛，你連 link 其實咧。哦，所以我細時講，伊隻 link 隻 download 之類 for Mac 啊上面。For Mac, for Linux, for Windows 啊。哦 ，OK。安尼款呢，係啦，另外一個物件咧，就是我係學到一個法，我綁住我嘅 server 位，嗰時我 send 頭你綁住你 server 唔使，可能見到咧。database 對，可能佢override，另外就是 override 台灣嘢都計用一邊嘅嘛。你講啊，係你上課學習哦，你個另外一首，按照教人 download 係咪特別另外教？攞會曉啦，攞會經驗啦，攞會使自己去 explore 啦。但是講攞感覺就冇咩曉，你幫把自己教講安怎做？會使冇問題。實未必咧做隻 screen capture 可能教人真係。係咯，是咯，做隻 screen 咧，最好就做隻 video 咯。會使。阿 boy 你卡出嚟，แล้ว你卡出個草，但係 spell 草。TSHAU，耶！我只那係可能考車啦，那係可能考車啊，接落嚟，那係你 Facebook 嘅 post 講，即係字下面意思，你 spell 好看。That's why 我叫你 ，That's why 我俾叫你 study 迄個邊啲學嘅嘅 Twitter 為嗬，成寫羅馬字。好。寫羅馬字，特別羅馬字就等嗬，你寫喺等，你做嚟。寫羅馬字嚟甲人講話咯，特別好我要一個物件 before 你走時候俾問你，你說講我未曉寫伊個調啊，我會拍時我會使講，你說講有變調，你寫嘅時候你有變嘅，你調變嘅。冇變咧。OK，你寫嘅時候你是寫上一拍，上你講牛吧，你本是拍牛加吧。You're right. So อันนี้เขาว่า係曉學啦，because 我當佢我 try 我用差唔多一年啊，我感覺到 OK， 我一年後我應該 slowly 應該學佢調嘅物件咯。所以我拍嘅時候，我當然 try 下。我拍字時，我走去拍時，我就經講嚟，識講會拍牛吧嚇，我拍牛，特別我唔知係咪調，我就拍狂咯，拍狂啦就一直list我看咧嚇，你我吹到牛是第三 number 3是牛是第五聲嘛。แล้วว่าผ่าว่านั่นสิแล้วว่าก็ delete ขี้จ้ะว่าผ่าอีกของ delete อีกของขี้แล้วว่าผ่าก่อว่าคนจะก่อสิอีเตจีอีตัวจะเลยกูแล้วอีอันจ้าเสียเลยตีก่อเสียอีตัวเสียเป็น所以當叫佢哋是ว่า底部啦ว่า成我你看底部我係啊不到啊寫字我咪應該曉咯要啦所以不知啷個我同你講
我大佬講係咪？嚇係咪？就是講一加俾住你，加俾住你就是 romanization 啫嘛。你學一直到將佢嘅 romanization 標好時嘅拍咗啦。對。所以我當劍氣嚇，我問佢呢一句啊嚇，當劍氣變你學見之出氣咧，寫學見嚇，我特別講我係拍的，寫。SIA 寫，我未記係咪第幾音，但我特別 check 過，寫是第二音，寫，所以我係拍我哋 shift 啊 ，shift three 啊 ，shift three，寫 SIA แล้ว第二寫 shift three，是 shift three 嗎？唔是 ，select A，對，我 select 第三咧，變成 SI，แล้ว A 一字哇，然後佢係第二寫，所以我把隻寫，我諗變嚟學嘅呢。接起咧，讓對看到 ，maybe man 是 before 接嘅時，我對曉 start 寫伊個按摩伊個羅馬字加鄧人字，你是唔是叫鄧人？是唔是叫鄧人字啊？羅馬字加後尾鄧人字啊，所以你人聽即個邊咧學嘅時候，人話頂到你叫我未曉嘅，我頂到時我自己寫，我自己 system 我未曉嘛。แล้ว頭嘅時 actually first year episode 是寫按摩話寫個，即特別你看到我 develop 我慢慢學到我就曉寫了，當我曉寫了，我當個加寫伊個 tone，even 我未曉 tone 我曉偷看，所以我偷看我寫起。แล้วว่าตัวโอติวอ่ะ所以你唔通驚恁爸會曉來講曉，你人絕對會曉嘅。慢慢 man patient 慢慢有啊，較有心，但冇慢慢來學。有啦，我本身能夠學起來。OK， 感謝，真係感謝我哋嘅校長。大家好，感謝。感謝我哋校長阿龍起來教咱拍個阿龍啊，阿龍嗰 spell 咧，係講好阿龍 LONG。所以即係我媽比較睇。我個未曉寫字廠上面，我未曉寫字，成日講你有嚟字下，你 hyphenate 嚟喎。啊對，最常見物件咯，比如講嗬基本。一個 verb 嚟到是。一個 noun。呀，但係 noun 嚟一度。only noun 啊，實講唔知佢ยัง準備去比賽。比賽唔是 noun 係 verb 啦嘛，但係比賽是一個字嚟，比賽。比賽，所以比賽特別是B，然後 dash。然後伊有寫 ，OK 特別寫好啦寫好對。加了寫好。你actually 拍 episode 裡面係咁樣嗬，我有 hyphenate because 成個按摩對按摩嘅款嘅，特別 actually 冇嘅。但係成個我講。成個我拍按摩，我係帶刀，我係 show 帶刀啊！特別我拍成日講10個名啊，佢哋執嚟啲嚇。10個名是字後面嘅嘛？10個名是字後面嘅，而唔是10個嘅名嘛？10個名丟，10個名是字後面嘅嘛？所以10個名字後面嘅數，你係名係要攞嚟分嘅，有係分。所以10個名，我意思是講，那是講我被 capitalize，because 我是寫是我 capitalize 成個 English 嚟講啊。頭一個 capitalize 都想特別10個名，所謂大號啲嘅啦，佢哋係分嘅啦。對 ，you're right。OK，所以我寫福建咧，我寫了福建就 hyphenated 對。特別咧福建嘅 H 咧對大號，應該係 special 嘅物件嘛。對。意思是嚟加拿大 khas。意思呀。加拿大 khas 嚟。寫福建 ，OK，我都不知你看到那時我寫唔到時你跟我講，特別你冇問題。你學我寫。好。OK，感謝校長。你要講咩？你要教聽人講咩？冇啊！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係了辦事順利。阿妹人，阿妹有啥嚟人問笑啦？有一個邊，阿妹有啥嚟人？係你查某嗰邊，阿真你定嘅。阿真你下定當啦，接啦，嚇死我！我阿妹看到阿妹就嚇個，另外一邊就嚇。嗱，就嚇到啲你赤嘅嗰邊。有邊。冇得，簡單噶啦 ，OK 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我哋特別嘅編輯今日節目校長感謝下禮拜過來教我講句，不到個有機會個對嚟教我講調是教我按照拍，
because 我就按照拍就。當然是有 spell 先，有 spell 先。啷 spell 哦，一陣你個嚟學按照拍，因為你特別會曉羅馬字，你個會曉拍，不要羅馬字邊。對。OK，所以攞嚟使到啲邊咧學嘅你 Twitter 會曉對使開始用羅馬字了。even 你未曉拍一條嚟講曉，你本會使加減成拍嘅。加減，都往寫嘅物件，你會曉看先嚇，你就知講按照寫啦。對啦，對，所以咱去對，哎呦，當叫我嘅 cross promote at 邊嚟學見，咱平時對我講咧at John On 嘅時，我平時講啦，咱若是去對 at 邊嚟學見咧，阿龍有當時有寫，我有當時有寫，我較少啦，我比較寫數，所以咱當然會使過去對，有對人去對 at 邊嚟學見了，所以你個會對我人寫用學見話寫，哦，耶，好勢，我不要寫掉個啦，不要寫掉，不要緊啦。嗬，你阿格，你特別猜啊！你買崩掉咯，猜性咯。OK，你講得先你知啊嚇 ，OK。冇咁講嘅物件即係硬嘅。對。咱人變樣你見下真係搞嘅。對，夠驚。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今日再見句，拜拜，感謝咯，拜拜。